你根本就是一条虫！下次看看呀，我来做东。哎，猪哥哥，那不是隆德多吗？难道我眼花了？你没看错，为首那个是隆德多，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是阿比奇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吗？3天以后就问斩了。很明显，事情出现了变故。环美，看来你赌输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，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。索额图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，而且，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？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。环美，别傻了。像隆德多、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，就是爱新觉罗氏的鹰犬。就算这些鹰犬偶尔咬错了几只驯鹿野兔，那对他康熙来说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但是，一旦他失去这些效忠的鹰犬，那他的皇位就不稳了。不可能，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环美，师叔姑娘，皇上吩咐过了，谁都不见。不行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。哎，龙小弟，师叔姑娘，您轻一点，皇上睡着了，别惊扰了圣驾。哎，师叔姑娘，小声点儿。龙小弟，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，他是喝醉了。啊？皇上喝醉了？哎呦，老奴该死！老奴该死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皇上一早啊，就写了一道圣旨，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，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，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了，这儿交给我吧，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，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哎呀，龙小弟，龙小弟，醒醒！老大，你来了，陪朕喝2杯。别喝了，你这以前不酗酒的，现在怎么了？什么都别问了，陪朕喝2杯吧。不许再喝了！看着我，我问你，阿比奇、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天子的话，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是啊，朕是皇上，应该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大，朕对自己也很失望。朕以为朕亲政了，就可以乾纲独断了，没想到。而且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皇上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，既不违反大清律例，又顺应民心啊！老大，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？朕现在心里好难受，让朕抱一抱好不好？让朕抱抱。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起来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想理你了。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？还记得上面的字吗？你曾经说过，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。可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、没脚没爪的龙，你根本就是一条虫。是一座红尘的城墙，煎熬过你给的苍茫，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，
奈何不了无言过往。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，谁会陪我遥望夕阳？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，思念比毒药更传唱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相遇是最痛的别离。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旅行。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：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我答应了。这个利息我一定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盖章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有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一定要撑下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。放心吧，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来，你一定要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，我来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来账的，因为你是一个好王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你，所以一定要撑住。相遇是最痛的别离，如果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，康熙的骗了我，康熙的骗了我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。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，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，我输了。别难过了。团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。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，回到金銮殿，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。朱哥哥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，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，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，还是你的皇位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许骗我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，康熙没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永远不会骗你。我跟康熙不一样，他从小生长在宫里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。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，朝廷的积弊。欢梅，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，我相信你，朱哥哥。最起码你没骗过我，不像康熙那样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傅跟爹
要光复大明，扶你登基了。欢梅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，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。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，这里诛杀一个恶霸，那里铲除一个贪官，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，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。欢梅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。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。皇上吉祥。平身吧。是。叶欢呢？回皇上，诗书姑娘已经安歇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，朕想跟你说会儿话。老大，皇上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诗书姑娘，她是小孩子脾气，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，她就越是听不进去。您先放下几天，过几天自然就好了。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，她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。皇上您放心，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她，相信她会明白的。真没想到，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。这样一来，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，怕是落空了。虽然计划落空，但欢妹及时醒悟了，也算是意外之喜。啊，那就恭喜大师兄了。这样一来，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，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。只怕这付出的感情，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。但愿吧。师弟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不过应该快了吧？吴应奇最近几天，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。吴应奇的大哥吴应熊是建宁公主的额驸，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，所以吴应奇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。
哎，应酬肯定是有，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。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英奇，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你别提我爹了，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，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！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。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，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还有你脸上的伤，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，为你配制那个什么冰肌玉元膏。还有小师妹，其实他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好，我不说了。二公子，哎，师姐，吴英奇出来了。就走，我们跟着他。他们到这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？应该是见什么人吧。师姐，你在这守着，我跟进去看一下。嗯。上！快跟上他们！师弟别急，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，吴运奇应该还在客栈里。哎，师姐，你看走眼了，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红，而是吴应奇。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。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竹笠，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。原来他们在玩障眼法。吴应奇如此小心谨慎，只能说明一点，他在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。走。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这么晚了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。
必定是在等什么人。师弟，你看，湖中间有一艘大船。想不到吴应期行事竟然如此小。吴应期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这么晚了，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，必定是在等什么人。师弟，你看，湖中间有一艘大船。想不到吴应期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，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。樊师姐，你该不会到现在还认为吴应期只是一个胸无城府、只懂得琴棋书画的文弱书生吧？可是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指示吧？你别再拿这些借口自己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师姐，三师傅那边我可以替你打掩护，不过三师傅说的对啊，吴应期他毕竟是贼人吴三桂的儿子，我们不可以不防。师弟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师弟，你可千万注意安全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我随时去接应。好的。二公子，坐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心里的任务，大家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既然记住了，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各位都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，既然你们愿意效忠于我，那么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规矩来。你们若肯忠于我，我保你们荣华富贵；可若你们对我有二心，也休怪我翻脸无情。我等誓死追随二公子，永不背叛。好。吴应期约见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我看不到舱内的情形，不过舱里除了吴应期，大概还有10几个人。听他们说话和呼吸声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应该都是江湖中的好手。吴应期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和身份吗？没有啊，本来在这种地方约见就已经十分安全了，可吴应期还是十分小心，出言谨慎，连即将布置的任务都是写在密信上的，我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了。师姐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。吴应期其实很难对付，以前都是我们小看他了。也可能，吴应期没你说的这么可怕。这些江湖中人，应该都是吴三桂暗中网罗的。他只不过是受他父亲的指派，和这些人接头罢了。至于那些密信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提前写好的呢。不对，吴应期绝非一语之辈，他心机很深，好像在暗中谋划着什么事情。对了，那些江湖之人宣誓的时候，也口口声声地说
效忠的是他吴应奇，而非吴三桂。师姐，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，你现在是被吴应奇给蒙蔽了，丧失了应有的判断。我哪有？我只是在分析另一种可能性罢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以后跟他打交道的时候，还是小心一点吧，千万不要利用他不成，反而被他给利用了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，行吗？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。奴婢啊，跟皇上是尊卑有别，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，冒犯龙威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。没有，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。哦不，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臭。只要您龙族一抬啊，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。是吗？那你昨个还骂朕是个骗子，不仅是个骗子，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！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。奴婢得了失心疯了，求皇上治罪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老大，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，好吗？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，整顿吏治吗？朕想，朕做梦都想。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呀。太皇太后说的对，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。朕只能徐徐图之，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。二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该赶路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，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。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。来，二公子请。倩影，倩影，叶兄弟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所以说这就是缘分。我们原计划在京城投亲，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。听说是以前搬到外地了。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镖局落脚，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，让我来投靠二公子。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们兄妹二人？这还用问吗？求之不得啊！请。这一纵队向左，这一纵队向右，啊！开始攻城！
老爸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看我了，我要吃的。老爸，我是一欢，我来看你了，给你糖吃。我要吃的啊！好吃，真好吃。玉欢，玉欢是谁啊？我要吃，好吃，我好吃。我的糖！老爸，乖，不能再吃了，这个不能再吃了啊，乖，不能吃了。这还有呢，鳌拜，还有呢。鳌拜，你看，这是桂花糕，给你的。你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他抢我糖，不好。好吃，好吃。猪哥哥，看来鳌拜是真的疯了。好吃。吃完了，我们要杀出去。鳌拜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把吃的放在这儿，你自己慢慢吃。你们下次来看我，再知道。我还要。走吧。好吃，吃完了我们杀出去。以前呢，我觉得鳌拜很残暴，很可恨。可是他疯了以后，今天又看到他这样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。你觉得他可怜，说不定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呢。他这一生，前半辈子替爱新觉罗一族打天下，后半辈子在朝堂上和其他3个顾命大臣斗得你死我活，未必有现在的日子过得自在。鳌拜这一疯，他手下的情报网络也都瘫痪了，潜伏在咱们明珠谷的奸细也不会再露面了。现在形势很复杂，樊师妹跟叶师弟跟着吴用齐去了云南，继续打探1号金钥匙的下落。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金钥匙，咱们也顺利找到真的铜匣，再找出潜伏在明珠谷的奸细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撤出紫禁城了。欢妹，你不是一直打算继续留在宫里吗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康熙已经不是我的龙小弟了，我不想再继续留在那个骗子身边了。走吧。来看一看啊，都是自家做的，带一个回去吧。看一看这个。真没想到，滇都不仅有京城的繁华，还有京城看不到的民族风情。对啊，其实滇都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等我这次见了我父王之后，我带你们再好好逛逛。你爹是不是很凶啊？我父王平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因为是军人出身，所以总是有点不怒而威。说实话，我每次见到他呀，我心里还会发怵的。但是他人还是很好的，尤其是对我和我娘，他心里啊还是很疼我的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平西王虽然在世人的口中颇受争议，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疼爱儿子的好父亲。对啊，倩影，你真是善解人意。二公子辛苦了。王爷有命，要二公子一回来，速去复命，不得耽搁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叶兄，倩影，我娘和我喜欢清静，所以自行冠礼之后，我娘就随我搬出了王府。这样甚好。倘若真是平西王府的话，只怕我们兄妹2人还不敢踏入了。吴嬷嬷，这位是叶兄弟，叶姑娘。
你要为他们安排最上等的客房。二公子放心，昨一接到消息，我就准备好了，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让你准备的药材，你准备齐了吗？大多都准备好了，都是双份，但唯有一味雪肤草只找到了1份。倩影，你看，为你调制药膏的药材，咱们可找齐了。可是，皇上命你把1份药材送往京城，这雪肤草却只有1份。皇上那边啊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当然是先给你找齐了药钱。叶兄，倩影，我还有要事，就无暇陪你们先拜见我娘了。你们先到府上安顿，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吴嬷嬷讲，等我晚上回来，再给你们接风洗尘。二公子且忙正事要紧，不必以我们兄妹2人为念。这二公子连衣服都来不及换，看来定是有要事。叶公子，叶姑娘，请。叶姑娘，请。叶姑娘，看看，还有什么短缺的？哦，没有了，都挺好的，有劳了。那叶姑娘且先安歇，我再去叶公子房里看看。奴婢望月奉主母之命来请叶姑娘一见。你家主母是？我家主母是平西王侧妃，二公子的娘亲。请。平西王侧妃就住在这里吗？我家主母喜欢清静。叶姑娘，这边请。主子，叶姑娘来了。民女叶倩影拜见王妃。不必多礼，看茶。是。想不到二公子的娘亲如此年轻美貌，优雅端庄，也只有她这样的娘亲，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样的儿子吧。我琪儿在家书上说，叶姑娘是她新结识的朋友。并且是她的红颜知己。琪儿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惊险，多亏了叶姑娘屡次搭救，我心里好生感激。王妃言重了，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不过是略施以援手罢了。叶姑娘，你虽说是江湖儿女，但是性子却温柔和善，落落大方。我一见你，心里就好生欢喜。叶姑娘，你还是第一次来滇都吧？你且安心的在我府上住下，等我琪儿忙完公务，让她带你四下好好逛一逛，好好的领略一下滇都风情。多谢王妃。
瞒，当初父王要孩儿运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孩儿在登记造册之时，曾看过一眼这把金钥匙，但是也并没有十分留意。后来与山西总兵舒建会面之时，舒建特意将这把金钥匙贴身收藏，儿子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，对这把金钥匙的印象也并不是十分分明。后来父王命密使从舒建那夺回金钥匙，那密使也是直接带走了金钥匙，孩儿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。所以您要问孩儿，这把金钥匙是不是当初的那把，孩儿也不敢确定。你这话说的是真的？那这把金钥匙？假的。假的？那真的呢？不知道，下落不明。那父王真是大意失荆州啊！当年绞杀永历帝时，父王就见他镜中带着一把金钥匙。当时我虽怀疑永历帝如此贴身之物必定十分贵重，但我却猜不出它究竟有何用途。所以，当朝廷要父王将永历帝遗物全部押送进京时，就没有将它扣下。父王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把金钥匙的用途的？10多年前，父王绞杀永历帝以后，就已经成为朱明联盟必杀之而后快的第一人，所以父王就在朱明联盟里安插了内线。在你们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后，我才从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。当年崇祯皇帝意识到大明江山危机时，就将宫里的宝藏隐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，然后绘制了一张藏宝图，藏在了一个铜匣子里。除了藏宝图，这铜匣中还藏有各地朱明联盟成员的潜伏名单。所以这把金钥匙就是开启那个铜匣子的。不错，打开这个铜匣子的金钥匙一共有3把，3把必须同时打开，否则就会破坏机关，毁掉铜匣子里的藏宝图与名单。孩儿办事不力，没想到这把金钥匙有这么特别的重要性，孩儿竟然让它在眼皮子底下被人调了包。父王可以肯定，你出发时带走的金钥匙那是真的，所以一接到密报后，父王就立刻派人快马加鞭通知你换下金钥匙。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等我的人赶到时，金钥匙已经落到了舒建之手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命人假扮劫匪杀了舒建，劫回金钥匙。可这把金钥匙已非是当初父王给你的那把了。孩儿办事不力，请父王降罪。琪儿，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，你要仔细想想，这一路上除了你和舒建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也接触过这把金钥匙？琪儿，莫非你想起了什么？父王，孩儿将押送过程想了又想，实在没发现是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。琪儿啊，你这次京城之行十分辛苦，父王啊，对你非常满意。我已命人将给你的赏赐送到你的府邸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。若是想起什么，再回来告诉父王。是，孩儿告退。
千阳，千阳，怎么样？在这儿住得惯吗？要是缺什么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。你娘给我送了好些衣物、玩物和金银首饰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。那就好。二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。没什么，就是今天去交差时，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。你一路上这么辛苦，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？还不是因为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。什么金钥匙啊？千阳，你还记得吗？永历帝遗物中的那个首饰盒里，有一把金钥匙。当时你打开盒子看，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，你捡起的东西里面就有那把金钥匙。是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，我就一股脑的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。莫非是舒总兵从永历帝遗物当中拿出来戴在颈上的那样东西？难不成就是那把金钥匙？不错。后来书剑遇刺，那把金钥匙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。我父王为此责怪我，说不好向朝廷交代。哦，这书剑遇刺一案，皇上已知道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，那金钥匙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。如今皇帝已判他下狱，那这金钥匙就应该在皇帝手上。你父王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，没想到办成这样，我心里很是自责。英奇，对不起，是我盗走了金钥匙，不过我盗走的也是一把假的，就算我告诉你实话，你只怕也不会相信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二公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为你调制好的冰肌雪肤膏。既是我承诺过你的事，就一定会为你做到。英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王爷，二公子一路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的事情就是这样。您还有什么疑问吗？石青红，这一路上有没有察觉二公子有什么可疑之处？这倒没有。不过，自从二公子见到了叶倩莹以后，好像很喜欢这个姑娘。叶倩莹和他哥哥叶默生路上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很神秘，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行踪难测。说具体点儿。永历帝的遗物在交给山西总兵舒建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本来是放在二公子房间里的。可是那天夜里，二公子曾邀请叶姑娘到他的房间里面挑灯下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那叶氏兄妹跟我们说，他们要到京城去投亲，之后又来找二公子说亲人没有找到。卑职觉得，这也是疑点。你先下去吧，好好看着叶氏兄妹，一旦有动静，随时来报。卑职遵命。二公子，王爷问我话的情形就是这样。好，对我果然忠心。这是我父王赏我的，现在他们都是你的了。这太多了吧，卑职不敢收。怎么？我父王说的话你就听，我说的话你就不听了？卑职不敢。老实啊，自从我父王把你调到我身边，我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。二公子，卑职虽然效忠于王爷，但自从到了二公子身边，从未在王爷面前说过您半句坏话。我知道，要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。二公子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还有一个名字，叫傅恒波。哼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你叫傅恒波，是曾经伏虎山的山大王，我还知道你曾经袭击过我父王的粮队，还偷袭过我父王。我父王左肩上的那道剑伤，也是你的杰作吧？后来看我父王在云南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就改头换面，化作石青红，投靠了我父王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不揭发我？哼，那是因为你对我还不错。石青红，我就问你一句：我和我父王之间，你更愿意效忠于谁？卑职更愿意效忠二公子。哼，好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傅恒波，只有石青红。叶欢，这个是吴应奇命人快马加鞭从云南送来的药材，你看一看，是不是你要配置冰肌血肤养颜膏的药材？朱哥哥，我辨别药材的能力没有你强，你帮我看看吧。好。
回皇上，这的确是配制冰肌血肤养颜膏所需要的药材，但是独独少了一味最重要的血肤草。那怎么办呀？那冰肌血肤养颜膏是制不出来了吗？那不是，易欢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让吴应奇再想想办法。奴婢不敢有劳皇上，皇上说过，皇上不是万能的，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到，所以还是等奴婢出宫以后自己慢慢找吧。易欢，易欢，你非要这么别扭地跟朕说话吗？皇上，臣妹只是一时没想明白，待臣慢慢开导她吧。李太医，还是你能体谅朕的苦衷吗？臣自幼在江湖上闯荡，所以比臣妹更了解这世间之事各有各的因果，这世间之人各有各的无奈。吴应奇既然已经开始盘问金钥匙的事情，显然是对我们起疑了。我想，我们必须赶紧撤了，不然只怕走不了了。不行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。吴应奇虽然对我们有点起疑，但没有说破，反而送了我冰肌血肤膏，这说明他没有任何证据。如果我们就此撤离，反而坐实了他对我们的怀疑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看看。不过如果形势不对的话，我们只能放弃任务，先撤离再说。李太医，朕有一项重要的任务，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才去完成。此人必须武功高强，有勇有谋，最重要的是，还要对朕绝对的忠诚。一旦事情败了，不能说出是朕的旨意。朕思来想去，觉得只有你最合适。你可愿替朕分忧？臣万死不辞。这个铜匣子乃前明的崇祯皇帝所留，里边不但有潜伏在全国各地前朝诸明联盟的名单，还有一份藏宝图。这个崇祯皇帝啊，生前昏聩无能，没想到临死之前还灵光乍现，留下了这么一个铜匣子和金钥匙的谜局，用来复国。所以朕必须得到这3把金钥匙，打开这个铜匣。皇上也想找到藏宝图，说来说去，皇上也贪财。朕是贪财，但是朕贪的财和你不一样。你贪财是为了你的乡亲，朕贪财是为了大清的子民，天下的百姓。我大清打入京城之时，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。紫禁城里和国库的财宝都已经被崇祯皇帝提前转移了。眼下江山初定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我大清国库空虚，朕有许多执政良策，都因为没钱而无法实施。可是鳌拜说过，这3把钥匙，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上，还有一把在前明继王李定国的手上，最后一把在吴三桂手上。想要凑齐这3把钥匙，简直是难上加难。再难也得想办法。只要找到这3把金钥匙，将这些反党一网打尽，那朕就可以安心的处理朝政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朕修路架桥，治理旱涝灾害，开办善堂，减负利民的钱就有了。现在说的那么好听，谁知道找到藏宝图以后，会拿这些钱真的实行善政，还是拿来跟自己的文武百官、皇亲国戚来奢靡享乐呢？你，皇上，臣定当倾尽全力协助皇上找齐3把金钥匙。这3把金钥匙要一把一把的找。眼下李定国行踪不定，郑经远在台湾，只有吴三桂那把最容易得到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要臣去一趟平西王府，偷金钥匙。